各位大家好，我係阿力。今日我哋嚟到深圳萬象天地，呢度有一個令人震撼嘅展覽喺度等緊大家。巨人展，呢個展覽唔止係一場展覽，更係韓國眼鏡品牌 Geno Monster 嘅實體店 House Noham 嘅一部分，係全球第3間面積最大嘅分店。巨人展喺北區水廣場嗰邊。咁呢度點嚟呢？乘坐深圳地鐵1號線高新園站 A 出口，直接到達呢度。萬象天地商場中間呢個設計非常之靚。呢度就係啦，我哋一齊去感受深圳萬象天地巨人展嘅魅力。呢個展覽以昆蟲王國為主題，其中包括一座3層樓高嘅超逼真巨人裝置，叫太初嘅人。佢嘅細緻皮膚紋理、毛孔同眼睫毛，將會令你感受到震撼嘅視覺。佢好似喺度冥想緊。呢啲唔知係咪機械蟲？上到2樓，我哋進入咗昆蟲王國嘅世界。呢度有多位藝術家創作嘅大型彩繪壁畫。哇！白蜘蛛，好大隻，仲有一隻細。哇！野牛啊！哇！會喐㗎呢個！哇！呢個好真實啊！呢個3個女人頭啊，仲會識喐。老河嘅法師相互纏繞，好奇幻嘅場景。哇！好大隻螳螂啊！呢度啲超級巨型裝置好震撼，每一個都成為咗影相打卡嘅熱點。我見到啲服裝都幾靚，不過我被呢啲巨型裝置吸引住。哇！你睇呢個阿伯幾真，呢個假㗎，原來坐喺門口度。今集巨人展覽嚟到呢度，下集再見，拜拜。